在地人在地情，台南的玉井离当地历史隧道来举办着土山野采果体验的活动，总共有100组200-300个人参加。嘛正式宣告讲，这个玉井山野季就要开始咯。假日会当看到真侪外地游客来到台南玉井望冰里历史崩坑，参加玉井区公所举办的采收土山野体验活动，成100组200-300个人报名参加。这个摘果的体验的话，小朋友就是让小朋友玩，就是接近大自然啊。伫咧当年5月到9月时，是玉井土山野、爱文山野、金峰山野小雪大出的季节，所以玉井区长讲，就这个活动对外宣告山野季正式起果，欢迎大家来这食山野的好滋味。我们采下来的芒果，那咱等的这情人果，好大家带回去享用。玉井区公所讲，这个活动除了让游客亲像拍土山野、做山野歌，更当熟悉美丽历史崩坑，让台南玉井对咧烧热闹热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